故事的大师司马中原已经86岁，去年伊的太太过身去，不过才半年的时间，即马所传出讲，伊和一个比伊较少32岁、已经结婚生蛋的查某人带去厝内底，两个人毋但爱卖，佮大做伙，佮做伙要找这卖厝的中人，有意思要甲伊。太太过身的太太拍拼来这文山区上一个别种甲卖掉。司马中原伊的6个后生查某囝就真烦恼，讲伊这爸爸已经遮尔啊济岁咯，是毋是会去互人骗去？毋过呢，这司马中原伊本人是强调讲，带入去厝内底这个姓陈的查某人，敢若是伊的好朋友尔，两个人完全拢无暧昧关系。对方敢若看伊身体无好，想要斗相共来甲伊做秘书，要来帮伊做一寡里里扣扣的代志安尼尔。西洋人怕鬼，中国人也怕鬼。国宝级几啊个大师司马中原伫电视节目内底，即句有名的大师，大家拢有听过。伊今年85岁啊，即马煞互周刊表讲，伊互一个减伊32岁查某人带入去引导。非常干干净净的，他是我的房客，还付房租给我。司马中原的某去年过身，才过半年尔，这个已经结婚的54岁姓陈的查某人，就带入去司马中原甲因某做伙拍拼买落来文山区的厝内底，两个人感情真好，互事实足烦恼的。人家什么都不贪图你，他是用报恩的心情来对待我。司马中原强调，两个人敢若是熟识真侪年的老朋友。这个陈小姐6月带入去因兜，逐个月拢会纳3500块厝税，佮替伊整理厝内，带伊四界佚佗。两个人无男女的感情，对方敢若是伊私人的秘书。司马中原的事实怀疑，这个陈小姐根本就是咧孝想爸爸的财产。没有我老妈管的，旁边又出现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位女性出来，所以我们家族之间会更提高警惕啦。司马中原的事实发现，这个主动找来的陈小姐已经结婚啊。我婆问讲，烦恼是翁仔某做伙来设局，未来可能会告爸爸通奸、威胁讨钱，甲爸爸的产业转过去因的名。怀疑查某人雄雄来接近拄死某的国宝级的几啊个大师，可能是另外有拍算的记者综合报道。